舞蹈的事儿，穿这个很少见到他穿。哎呀！re so ka ta so fe yo ni je sa re ro chong che se re ta ngo che da la son ko be je cha yi so se da la son ko be je cha yi so
下午看一个什么？
เ
给桌，但是太多了，我问一下他，太多几十个我都不知道。还要得给桌嘛？几十个都得这个桌嘛？翁修桌嘛？翁修。哦，我就说准备去问一下他。翁修桌嘛？这个是罗尔桑那，罗尔桑那是吴京的徒弟。罗尔桑那。对，朗博娃应该都找不上。很久没跳这个了。西藏国庄跳起来了。这个好跳，这个好，去跳嘛。我要跳棋。他不会，他不会。
有点长。这个应该是11分钟左右。哦，应该记错了，不是11分钟，几分钟。
个相机用了黑肉，用了黑肉滤镜，也去试一下效果。哎，你不跳嘞？你姐姐在跳，啊，你在第二排吗？啊，就点过2份，要还有10分钟左右。这要跳的，咋去各种跳的？下了，就点过6份。今天跳的比较早，8点钟。结束了。哎，结束。哎，所以你们要走啊？今天跳的比较早，就结束的比较早。几点？8点钟开始跳的。我把它吃了，我把它吃了，我把它吃了。
哦，罗马还没结束，罗马9点半。真的吗？9点过6分结束。很舒先走一下。走，妈妈你走在前走。那问题不是永杰吗？永吉没来，这是翁博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翁博，翁博。翁博。永杰是在哪里呢？今天没来。哦，也是在这个地点。对，明天来，明天他05。那我们要给他走站一下。他明天和他走一站一下嘛，我们从昆明来的。哦，你个。我们专门来看他们的。我们2个站在他旁边。我帮你拍嘛。啊，来。啊。哦，那个是在录像。哦，录像吗？我们今天不在，我们来跟你走站一下啊。你的手机啊？我的手机再照一个。好的。啊。谁开始最甜的？多表演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哎呦，我们今天俩刚好决定。哦，明天可以，明天明天拥挤站。明天拥挤8点钟，7点，8点钟才开。明天拥挤05。就是这个队了，拥挤今天没来。这个叫什么？这是欧姆。哦，这是欧姆。今天的这个叫什么？欧姆他今天05，他第。啊，今天是他05。对，明天是拥挤。啊。对，明天要来。明天可以来了。明天8点钟。2口进直播。哦，挺好啊，这视频就结束了。跳完了结束。这个月收入怎么样？收入就只有1人多啊，现在少一些。我没让他们送礼物了。就一直把。你一直帮我送礼物了嘛？也是要求不得。我是一直保持了好多的。一直几千美元的一个，1800美元的，现在少一些。1800美元还是几千美元？啊？几千美元嘛，1000美元。之前送礼物嘛。哦。没送礼物就是1000多3千。1000多。可以。要怎么远？要怎么远拍？你们可以挨拢一点点，可以挨拢一点，对，这样拍就好。跟这边也会影响人家走路。
说他的妈妈不可以。就是我的书不好看，不好看。没事，书不是那样嘛，我实在抬不起来。为什么不一样？你看嘛，我在这个头在下面，这样子，我起来了。有意思哦。做你们两个的老师了，没办法。对啊，你们当老师的嘛。小李看中间跳马好呢。我帮你那个，我心里面在记咋个跳。我把冰箱拿出来。能听到吗？没事，我在旁边，我后面帮你加油。手机谁放？你弄定焦的呀？哎，我就说咋了？等一下，那个车要出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没有车。等车出来了。等车出来。让开。还跳舞欢送别个，还欢送别人。我每天直播的时候都在跳。来，重放。出来靠边上站。对。这个司机高兴哎，高兴惨了，还要欢送他们，跳舞欢送。听得出吗？
嗨，再来一首。开始。就是有点小。德山取真，中间是德山取真，左边是大龙母、香丘母，再往前面走了，右边是苏拉。你看只见这呀，那么走的里般的，去嘛那咱这里就这呀，把那三里半走的这，像是呀的路啊，咱的气能特别个的哩，提起那苏门的哩。像日呀的路啊，咱那前能特别个的哩，耶，这些那苏门的哩。
这木头什么从那个来的木头，那去这块是？那去好一点，去，他在休息，这段时间在休息。可以下山，好久没跳过了，很久没跳过了。他越跳越面上。我往里面跳，它那边车子灯光要多一些，这边灯要多一些。有灯光才好看，有背景。也是吧，你说虚化就好一些。有背景。街头各种了嘛，就要有那种感觉。这是真正的街头各种，这倒是。这你们不说话呢，全在看。哦，对，也是哦，你说话他也回不了。好，可以。看嘛。我去，哈哈，笑嘻嘻的。就先练一下。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没有？他们先交流一下。现在几点？9点45还早嘞。好，来好了，来了好。
差一点就完了。差一点点。可以吗？哦，好像不行嘛，我以前。
跳一个。后面一大堆都在看，都在看他们。谢谢。没看是吧？你看到我们中午是吧？还有直播。在晚上看啊。明天过来看。哦。哦，知道在哪边？7点半是吧？这儿你听得到音乐，你听嘛，你往前面走听得到放歌的地方。哦，好。长得又漂亮，我跟你说的好。谢谢啊。没事没事。好，拜拜。都给他放一起啊。这是。